就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那是要来找找第二季去练喙火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。代代来传透透秀台语，全民练喙花，耶！水！即摆呢，两队呢已经拢排好势啊。是，因为呢，经过呢这个三番两次的研究啊，嘿，有的人咯真正无介意什么人诶。即摆是咧讲话哦。无，来，咱这叫做详细听金足算。上细听真足算，由两队的队长轮流念数学题目，队员伫咧白板顶悬写答案，对一条得1分，累积分数较悬的迄队就赢咯。台语练灯啊，数学就歹。不要紧，顺过来甲所以我来你念题目。不，你数学安怎摆，拢无阮囝歹。阮囝数学是一条数学40公分，3条数学几公分，以下43公分。我问伊讲，你为什么安尼算？伊讲，阮老师讲吼，所有的答案拢伫题目内底。我迄是乘法，毋是加法。你安尼学袂来，来，我先举例一个，来请。有一个牧场，有3只牛，2只猪，5只羊，甲4对这个情侣是男女朋友，查某朋友对。嘿，男女朋友，请问总共几支卡56。这几支卡？我数学无。所以咧，感觉诶。56。三只牛，342，2只猪，8支卡，20，5只羊，20，4对情侣8支卡嘛，48，你讲快遮大声，你讲唔对哩。4对情侣不是4对情侣8支卡尔。八个人诶，16支搭。无啦4对情侣是8个人，不是吗？伊无唔对啊。 4对8个人。对啊，8个人。所以8个人应该有16支卡呢。各位朋友，咱今日要讲的是台语，唔是要来算数学的。所以大家要集中听。即摆大家拢坐好势啊吼，选手呢，咱来做一个这个老实的这个考试者，好，来麻烦老师吼两个队长。好，一包巧克力有5粒，有杏仁的口味，有薄荷的口味，牛奶的口味，糖果的口味，糖蚵的口味，草莓的口味，倒顶阁有5包食完的巧克力豆。好，请问要阁剩几粒哈？总共有5秒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才编出你的答案牌啊！变过来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你题目该听清楚，最后一句是5包吃完的巧克力豆，嘿，所以剩几粒？喂，来，食卡无半粒，所以无甲一个对的啊。请问你这5粒位倒来？就是一开始迄一包。甲你讲5包食完的落啊，就是无物件嘛。注意听，所以台语真重要。你若无注意听，你就唔知伊在讲啥话。尤其是手轻啊，讲几波我嘛听无。后来第2题，麻烦请出题。来，第2题题目是一块4角刀啊，去锯断伊的一个角，请问搁剩几个角？5、4、3、2、1，请平排啊！来哦，5、3，你为什么偷看伊的？生生，为什么是3个角4个角锯掉一支，这剩3个角嘛，足巧的。你拢我想迄个锯掉会加2个角出来。
你下回啦选得调吼，是一定会调的啦，一定会调。好来，正确的答案是五个角，角，来哦，请出题。题目听清楚哦。爸爸妈妈有4个查某囝，每一个查某囝拢有一个弟弟。请问，这个厝内有偌济人？请作答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哦，这题真厉害哦！6个、7个、10个，要求7个、10个、10个、6个，来，小等咧，请并正确的答案来。答案是7个。 7个，阿金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原底算7个，啊伊甲我讲10个啦，10个啦，10个啦。啊，你真正有够假请个。问阿辉啊，你安怎生遐济？伊4个小妹嘛，啊一个拢生一个小弟嘛。因为4个阿姊，敢若一个小弟啊，所以每一个阿姊拢有一个小弟啊。就是敢若一个弟弟嘛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后生查某囝5个，老爸老母总共7个，安尼听有无？哎，唔对的听举手，唔对的，请唔对举手来，有记无？有记无？好，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听清楚哦。一条绳啊有2边的头，请问3条半的绳啊有几个头？5、4、3、2、1。我看天才有天才，这个同学什么钱咯？小等咧，小等咧，小等咧，全世界拢是8，你这个人有选一粒牛哦，迄个牛看起来稀稀，请问什么意思？是8啊，是8对。这是6还是8？头壳起的8。啊是，迄是烟尘，8啦。一条烟尘。头壳起的8。现场的朋友有通过，没有通过拍车婆啊？哦，水。你著睇高雄人有我的情，我有同情心，给你一个机会。安尼好，全部通过。无管你是大条啊、细条，拢有2个头，知无？好，老师请出题。好来，8个小朋友咧耍1、2、3目头人。小等，老师这小朋友叫做囡仔啦。老师你甲解释一下目头人那边啊，叉头人。是插头人啦，不过咱以前细汉咧耍，拢是电火条，所以是1、2、3电火条。咱菜条的袂当我袂当。哦，迄个美国鸡啦吼，是不是？你是美国鸡是你走去美，不过这是规排人，啊遐一个人做鬼嘛，啊就讲1、2、3电火条过来，你得爱定咧安尼。哦，所以木头人叫做电火条的对。对，台语叫做电火条。哦，好来，对。好来，搁要顶讲呀。是。好来，嘿，8个囡仔咧耍电火条。 1、2、3电火条。恶送啊！你会当好好啊读无？啊，这顶悬得遮济字，你哪会念出来减遮济啊8个囡仔咧耍1、2、3电火条，请问3个囡仔去用掠条的，吼，啊，搁剩几个会当走？来4、3、2、1，来。哎呦，哦，这位你是画你的头了。电火条袂使走啊！电火条袂使走。你耍电火条哪会使走？小等下哦，我就有三种，这位先生你画图了。最后是没有改，最后是没有改。你画图了。本来是我来改戏啊，最后是没有改。是，这得名真正是无简单。你画这张图使卖100万。好。 啊，这是到底是我的零呀？是， 4、4，这2、3是对。好来，毛5个 ，OK。正确答案是4个人。现在知道，啊有一个人做鬼啊？对啊，鬼免走啊，1、2、3对哦，过来，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听好详细哦。今仔日我去市场买3粒柑仔、5粒刺泡、7粒酷梨啊、10粒葡萄，请问
有几粒是红色的果子？5、4、3、2、1，红色哇！这个答案伤简单啊啦。这有一个写字的吼，人是写数字，你写字，请问这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算袂出来，你一定头家讲，你讲我要在你家报道，你叫讲死，叫人安尼买物件。头家，啊，这一罐的淡薄无，我只要10粒，你加我不爱买。来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5粒。哦，为着对，哎，听，刚刚一个人对呢。水哦。啊，咱来看这个得名的答案吼。请问你的空来啊嘛红的吼？我本地咧算水果有几粒，啊，听到讲最后一个唔是，我就赶紧甲伊10粒抬掉啊。本地讲较济粒就对啦。本地可能2、5安尼。麻烦咱若听老师咧讲，还是听主持人咧讲。爱听清楚，我都有提醒呢，题目爱听清楚。来，我去一间便利商店，钱拖甲摕来，钱拖。便利商店要去水，商店吼广告讲吼，啉完汽水了后，用5个空的汽水罐啊，会使换1罐汽水。我要20罐汽水。我上加会当啉到偌济罐汽水？请作答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哎哦。24。你长办公室存5罐。你点头你？为什么？你的原理是安怎？我送互你面。送互你面哦。生，你看懵看，但是佫减1罐。喝饮料啊！你有啥物4罐？我想讲，伊讲5罐会当换啥物物件？会当换4。伊讲上册会当啉几罐？因为伊上册已经买20罐了嘛。哦。我已经买20罐了，那会剩4罐。是叫查到头底。后来麻烦老师，健康的答案是24罐。哎，真正厉害哦！哇，迄个不诋毁，迄个24写个俗真紧张吼。你佫讲你个数学的，我真正袂信。啊，我讲一个迄个便利商店，因为咱台语有迄款倒边词，所以便利咱一般会讲做里边。啊，毋过一般咱即个便利商店，因为是新的华语词，咱拢是叫翻译，翻译做便利商店。拍一个破啊咧！毋过顺哥，咱爱较有台语味的，所以一般内底拢是卖一寡物件，咱以前拢叫做干妈店。所以你即马头前看你要，伊是啥物扛棒？譬如讲 7， 你得切干妈店；莱尔富你得变做来干妈店。OK 就是OK 干妈店。干妈店。OK 店。哦，变做黑店。黑店有可能哦。哦，但是刚刚找钱拢学袂走呢。真的啊。一题。啊，这题听清楚哦。一台公车头一站起来5个人，第2站落去2个人，起来4个人，第3站落去3个人，第4站起来2个人，落去1个人，第5站起来5个人。请问第2站的时阵，车顶有几个人？5、4、3、2、1。来，太难了。哎，迄个牌啊，麻烦就翻一个。4、6、8，我拢无共款。11、10。你长办公室，你永远你的人数拢比人较少吼。因为我嘛无法度记。来，最近这边有啥物补充啊？竟然有人写对呢。好来，而且是你想袂到的人。哎呦，你家己嘛想袂到的款哦。答案是7个人。 7个人，哎呦！想卖拍婆啊！反正伊乱写，我无想问一下，知伊为什么要摇会着？生生，因为我有甲司机算去。
有司所以机算我算人客有6个人，各有一个司机。来，只有生生来，哦，不简单。后来海产蛋内底有3只海猪啊，7只。哦，是顶来。海产蛋内底有3只海翁。小弟，你在那跳一个是，就是想甲豆包讲要顶来就对啊。对啊对啊。但是我看你跳无啥叮当。地当啊，地当啊。喂，莫开讲好不好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这现场的观众足忝的，你知？好，来，拍摄还详细听。海产蛋内底有3只海猪啊，海翁。牵团我，牵团我。搁一摆，无啦，我拄仔以为跳了无好。版本无共。有一俗语来讲，久无甲你站，唔知影我牵团前几号。海产蛋内底有3只海翁，7只海猪啊，9只乌托罗，3只海霸吼，6只海兔。海兔。请问下当食的有几只？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变过来。来哦，有啥有机会？这位同学，你请你几排？好，4只、2、5、6只、9只、6只、7只。请问你是会动力是吧？哦，唔敢食鱼啊！你唔敢食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9只乌托罗。敢若乌托罗会当食？老师，因为其他海翁啦，迄拢是保护动物嘛。对，好来，我正式搁教一个哦。好来，好来，啊，恁来对我念哦，来，3只海翁。海翁会喷水的，海翁就是金鱼。嘿，过来7只海猪啊。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就是用海猪啊咧耍球，迄个旋乌搭的形，有快乐无？有哦，哈。后来黑尾鱼是乌多罗，一个乌多罗，乌昂层，过来海豹是3只海霸，海霸直接翻译。过来海獭，咱是念做海兔，海好，真赞哦！好，安尼我考一条哦。请问，咱台湾的熊，毋是干那先汉字尔，伊有生1只海翁来受享太平洋。好，多谢。好，上尾一题哦。哇，听清楚哦。阮兜有4个房间，每一个房间藏7个红包。我敢若找到3个房间的红包，请问还阁有几个红包我还未找到？5、4、3、2、1，来7、49天。对，数一数，这题敢会开？卖学白签，来，哦，这题呢有小可有功夫啊吼。麻烦一个宣布正式的答案。那也听袂清楚咧，就剩7个啊。麻烦再讲一解。阮兜有4个房间，一个房间藏7个红包，我找到3个房间的红包，啊，剩一个房间是7个。你看李长迄个面，你甲看卖。好，来。麻烦的，咱的工作人员呢剩下这个总数哈。来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个准定的这队呢得到13分，秀兴啊这队得到22分。耶！袂歹呢吼，我念到2266，阮这边搁赢了吼，嘛是无简单。因为你的讲法是将对方甲卖熟了后，大家拢又无啥会出来。我是内底的内奸。好，安尼呢这个所有红包老师的红包，伫遮，来，安尼，这个秀兴迄队举手，来，来，好，
好，抱我遐个吹一个，啊，给一包呀，安尼，今仔日恭喜红烧肉，奖啥个咧？红烧肉